个平安，平安。咱做伙起立伫这感恩节主日吼，咱做伙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用欢喜学乐的心来到主的圣殿，来唱奏啊这。我要奉献学乐的罪，来敬伊主的圣殿。 嘛毋是干那今仔日甲感恩，每一时每一刻，咱都能感恩。在唱这首诗歌，有啥物让感恩的，咱就唱出来吼。就用你唱的中间，想到这件代志，伫苦境的中间，你嘛会献上主啊，感谢你。拄到这个困境，就是互我有机会来亲近你，我搁较有机会伫遮来对你来求讨吼。咱对头过来。 将咱的感谢献予咱主上帝，咱来感谢，有啥物通感谢？咱来承认咱的亏欠甲软弱，咱来到伊的面前，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既然用感谢献做祭，就是应跟我谨慎行的人，我要予伊看见上帝的救恩，主无言前伫所应允。 亲像人有看做眼前的，就是宽容你，唔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原悔。这是上帝的心意吼，所以咱认捌这位上帝啥？伊是阳光的，伊是宽容有怜悯的上帝，伊是愿意互人有机会伫遮来经历伊的救恩，伊要享受咱所有隆重的好物。 伊嘛知影讲，伫咱甲伊中间有迄款的脱界，有阻挡，所以享受圣神，互咱会当安怎改变，换一个方向来到伊面前。咱做伙开声来感谢来祈祷，也恳求上的帮助，咱会通按照伊心意来行，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阿罗你，天父上帝，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无在你以外，主我奉你名来到你。 上帝，阮感谢阿罗你，阮今仔日伫全世界情中间，阮有缘会通伫遮领受你所享受的平安。
会通开放，互阮做伙三甲组织伫圣殿学落来敬拜你。互阮每一个人，包括无道的，包括阮的兄弟姊妹，伫遮白白得到圣神你的感动。阮知影你所想事的恩典是靠耶阮用，阮知影阮除了你以外无别的主，无别的好处。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活倒转来归向你，互阮会通抓着你的救恩紧紧来行来跟对你，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那这请坐，请坐。咱要为着咱的需要，咱的身躯心神来祈祷，咱先用上帝话做来宣告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我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学落伊。耶和华是伊的百姓的快乐，也是伊受我油的得救的位所。求你拯救你的百姓，祝福你的产业，有其因，无其因，到地永远。咱要为着这几方面咱的心灵你若感觉无平安，你若感觉心肝艰苦有重担，伫婚姻、感情、产业这几方面，拢是咱所需要对上帝来恳求。你通邀请耶稣成做你的灵、思想、感情以及甲身体主。用主我将我忧愁、烦恼交托你。当你祈祷时，圣经讲啥？伊就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要赏赐你。伫基督耶稣里面。如果你这时阵有需要，你会通起立你会通站起来也是坐咧，你手换着你感觉无平安、艰苦的所在有你若有徛起来，同工长老会为着你伫遮来祈祷祝福。咱开声来祈祷，你若有需要，你就会当徛起来咱开声来祈祷。来，感谢你。阮若用祈祷来到你面前，将阮的重担交托伫你的手中。主，你呼召阮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当到你遮，你就互阮得到安息。主啊，得到你的平安，得到你的医治，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你为着阮伫阮生命中开一条各新各活的道路。愿主你来帮助，捆绑一切遮搅扰阮，互阮心神无安定。互阮无平安的这因素，拢会通离开。想使阮暗时好困，想使阮阮会通勇敢身躯，跑走稳定的道路，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最后要为着主日的礼拜来祈祷来守望，咱做伙来读上帝话，做伙来。耶和华的目睭看义人，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义人求救，耶和华听见，就救因脱离一切的患难。什么人是义人？信耶稣的人，互伊来拯救的人就是义人。伊的祈祷上帝要听所以咱为着咱的牧者团队、中职团队来祈祷，特别咱祈祷讲，主啊，我甲你有好的关系，互我会通自由来到你的面前，大大。
开喙，你就大大来充满来听阮的祈祷。咱为着圣诞节有做遮的事工，无论是伫教会内的遮的音乐会、布道会，也是咱伫统领，也是伫星光的3月，或者星光3月这所在的福音的布道分享今年因拢来找咱咱感谢主，互咱会通做伙参与。兄弟姊妹，恁毋通干那坐伫遮伫做信徒那点，咱会通做文道，咱会通参与，你会通伫遮登记讲好，我要来参与对一场安尼好，咱为着即礼拜三也有祈祷的见证会你偌久无来参加祈祷会啊？做伙来好唔好？毋通家己孤单伫遐，咱做伙同心祈祷，迄个快乐更较大。我邀请咱为着财务部、教会财务也是有一寡遮的欠缺，因为疫情的影响咱为着年度的遮个预算，为着每年的预算，咱归于上帝帮助互财务部好管理，安怎伫遮来运用，咱作为起立伫遮来祈祷，上帝恩典赐予教业各有春，咱开声来祈祷，为着教会，为着牧师来祝福，所团担的信心，来通互咱感动。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的名，阮听阮。伫这进入到伫圣诞的节期的中间，阮知影你的出世就是为着阮死，你的出世就是为着阮来活，互阮会通伫遮来面对阮的永远的活命，因为阮的信心来进入到你的国度内底。主啊，阮啊恳求你透过你的话，伫遮互阮戆人会当得到通达。主你的话透帮阮会当得到自由。主你的话，互咱看见你的应允。主你的话引带阮行入主你所为阮备办义的道路。今仔日早起的礼拜，透过念伊的俄罗敬拜愿，主你来欢喜感纳，也你宝座设立，也愿阮的祈祷到伫你手宝座前得到你的应允。也你对宝座享受你的供应应允，伊伫平安临到伫阮中间。阮也要同心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你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光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行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力、荣光，拢是属代代无尽。阿门。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一日中间要来欢喜快乐。兄弟姊妹，咱三角音声来学乐咱的上帝。天
受主的奇妙恩典，风有时，嘛有差别我的，离婚期望，你只能得看过，因为主爱，最我可保护，我无努力，奇妙的歌听他。只有你肯定，我敬拜献祭，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世界，老主的宝贵耶，为我无代价牺牲，只有你肯定，我敬拜献祭，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世界，老主的宝贵耶，为我无代价牺牲。只有你肯定，我敬拜献祭，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世界，老主的宝贵耶，为我无代价牺牲，只有你肯定。我敬拜献祭，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世界，老主的宝贵耶，为我无代价牺牲。
情，用感谢的心来献祭，这是你所欢喜的。因为你爱阮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万事感谢。你伫耶稣基督对阮所定的心意，主阮无论伫顺遂的时，也是拄着困难的时，帮助阮有气力来学乐来感谢。每一遍的祈祷，阮拢恳求你有在听阮的祈祷。每一遍的需要，阮拢恳求你来供应，总是照你的心意，毋是照阮的心意。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伫礼拜中间拄着你，礼拜中间你的话来互阮晓悟。主啊，求你感纳阮的学乐敬拜，你宝座设立，也互阮的祈祷会通伫遮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信诗645首，咱就来吟诗，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就来吟诗。咱就来吟诗，吟诗学乐主上帝。咱就来吟诗，吟诗学乐主上帝。流出多满意的声，流出多满意的声，学乐祈求咱的祝福，学乐祈求咱的祝福。咱三甲。到主的面前，咱三甲到主的面前，感谢阮的，感谢阮的，感谢阮的路。咱三甲到主的面前，咱三甲。感谢阮的，感谢阮的，感谢阮的路，因为主上帝极大，万王的王，上帝极大，万王的万主的主上帝，以前坐伫的手中，大地也是你创造，关山车大海。
关徛伫三角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你是大权能的主，是堪得清上恶路的主。阮感谢你，你应允要用阮的恶路做作为。当阮恶路你的时，你就甲阮同在。你也应允讲，当阮恶路你的时，你要除去阮一切的捆绑，互阮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平安甲喜乐。你阁医好阮拢总的病，互阮有健康的灵魂体。主上帝比阮的心较大，也无所不知。你赦免阮拢总的罪，互阮伫属灵的征战中间真做得胜的。爸上帝，阮要向你坦白一切罪过，无论是过去、现在、伫遮、伫遐，是明显的，是隐瞒的，阮拢要向你来认罪。天父，阮愿意伫你的面前悔改，阮愿意做清气心肝的人，无搁再犯罪。求你施阮怜悯，将阮的罪甲主耶稣做伙钉伫个十字架顶，互阮对着罪死，罪也无伫阮遮活。主，互阮对着你的话有活命。求你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撤销阮的罪过，清去阮的罪，清去阮的心思意念，清去阮的灵魂，互阮靠你的恩典，伫你的面前，成做一个清气的人。互阮伫你的义见着主，你的阳光的面。互阮一世人踮伫你的道路，无歪错。阮恳求主，互阮有敬畏上帝，搁疼人亲像家己。甲上帝、甲人拢有水的关系结连。大心，我们为着圣诞节的福音活动来恳求，主亲身为着你所听的来陪伴，互人的心流冷开喙来祈祷，愿意甲主同工来跑走。阮阁要恳求，每年的时间计划有主的引带看顾，有对上帝来眼光看见教会，诚做兄弟姊妹祝福。主，你是不断互人经历的上帝。你听阮的求救，你听阮的需要，阮一切的好处也是对你来。我们用感谢做祭，我们大声欢呼宣扬你的作为。我们要恳求上帝，使用即礼拜三第3区的祈祷见证会，来互听的甲讲的拢得到造就。煞者，我们提名为着财务部的事工来祈祷，因是家人教会的帮助。为着伫金钱的使用顶悬，因尽心尽力伫做工，求主互因亲像是摕5000个工人一样，是正宗的好管家，帮助教会透过金钱有活生的发展。全能的上帝掌管万项事，阮要宣告，伫2022年教会合一，核心同工要拍拼，圣道相通，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要愿意徛起来。愿意互主，人人来得救，教会要成做学习进步的教会，求主赐福满满。阮安尼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即时咱要来启应，启应文第23篇，就是诗篇96篇。对着上主唱新的歌，对着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对着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极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都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就请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
这声就对万国宣布上主作妖，世界坚固无动摇。天就欢喜，地就快乐。山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即时咱要请第4区来献诗，第4区就是第9组甲12小组，因所要献的诗歌是《我爱听主的声》。当我听到主在呼召我即刻放下身旁所有事物，愿意扛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向着面前的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主耶稣的应许是如此的信实，他的爱是那么的真实。我愿意去到一个得主恩典福气较侪的所在，甲主同行，享受主的恩典。当我听到主在呼召我的时阵，我也愿意马上对主讲：主啊，我伫遮，我也愿意跟对你，服侍你。愿主的声音成做阮一世人的祝福。
免，咱每一天拢爱学习听主的声，请咱做伙来读圣经。路加福音第17章第11、19、19节，和合本的圣经是记载伫110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到19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对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经过，伫一个乡舍的时，有10个太高的拄着伊远远徛伫，出声讲：耶稣先生怜悯我。耶稣看见，甲因讲：恁去将本身互祭司看，祭司验，引去的时就得着清气。其中一个人看见家己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阿罗上帝。趴落伫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伊，这人就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应讲：10个人减无拢得到清气吗？迄9个伫倒落？这个白族的人以外，要无别人倒转来因光归上帝吗？就甲迄个人讲：起来，坐你去，你的信有救你。以上。即是要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道的题目是时刻感恩。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阮的主，赏赐万美，赏赐好美，赏赐阮活命，赏赐阮再行头前的道路。透过听主你的声，互阮以爱跟对你来行；透过你的话，互戆人通达；透过你的话，引带阮行永活的道路。求主圣神来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叫阮去行，愿望通成做受恩的行子。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伫这个感恩的时刻这感恩节主日，咱要做伙伫遮来分享伫你的生活伫你拄着困境的时阵，你敢会通过感恩出来？伫11月初7，咱知影新闻报了真多有一个姓宋的这个大学生伊载一寡青年拄对教会伫遐离开，要倒转去厝的中间。拄着甲即个好车然后伫遮安尼相闪吼，拄相弄安尼吼。即个好的车是叫做啥物？哦，若弄着咧目屎哪滴啦吼，就玛莎拉蒂贵贵吼，所以伊就恐吓伊讲，你叫恁母摕钱来赔安尼啦吼。无拍算伫迄中间，互伊拍甲怎啊混迷送入迄个监护病房。我相信即个新闻大家拢知影。其实即个姓宋即个大学生，伊甲伊老母是伫台中一间教会慕道友啦吼。伊拄我看新闻伫遐写讲，因拄参加第一教会咧筹备感恩节的即个聚会时阵了，要倒转来。当时咱想讲，哪会安尼上帝伊就对教会出来，哪会拄着即款恶担当的事呢？有真济代志，咱拢无法度伫迄中间来理解。亲像圣经讲，凡事斗来，要叫听上帝安怎？凡事是啥物事？斗来，这个事是无好的事，检在是困难的事，是拄着这个困境的事呢？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咱像甲挂伫迄喙中，凡事斗来，这其中大部分伫甲咱讲，这无好事来的时阵，对你有利益吗？你敢会通感受到？所以透过这中间，咱看会讲警察伊嘛是好亲像凊彩办办，然后就将这个拍人的这个青少年拢甲放走安尼吼。所以这个放兄弟的老母吼，伊就接受这个访问的时阵吼，就感觉足不平的啦。明明就甲阮囝拍甲吼，强要变植物人安尼吼。所以伫咧中间，透过媒体，透过这个讲话的这个节目，伫遮唤起大家对即件代志有非常的重视。了后，咱就知影讲有这个嫌犯去收押起来。
然后嘛将背后即个张姓的即个拍人即个吼，伊后壁佫有伫遐来经营即个跋筊的集团，叫博弈集团吼。伫遮拢甲掠起来安尼吼，即个警察吼凊彩办办遮嘛去用调职，佫记过。伫即个过程中间，知影讲教会伊就发起有遮个为着即个大学生来祈祷，毋望伊会通伫迄个危险的中间来脱离遮个危险吼，会通醒起来吼。我会记阮一小组的时阵，伫迄中间吼，组长就提讲为着即个兄弟来祈祷。我嘛知影有真侪咱毋捌伊，总是会通伫即中间感受到伊的艰苦，感受到伊的老母单亲佫安怎迄款的艰苦。我的囡仔毋知失去迄个生命未，迄款的艰苦的声音在喊发。所以感谢上帝大概伫11月15日即个大学生就醒起来，然后继续有即款的复健。透过大家祈祷，互即个家庭，我相信无偌久的未来，伊即对母仔囝决定伫上帝恩典内底进入到伊的国度。阿门嘛！我相信。透过大家祈祷，互因经历讲，哇！这位上帝听阮的祈祷，伊伫互伊对昏迷中间会通伫遮醒起来。今仔是感恩节主日，咱要伫遮做伙来孝顺主伫咱生命的稳定吼。感谢主一对凌晨对12点外开始我就未困嘛，接到一寡遮的祝贺啦，就是讲对 FB 就开始讲牧师生日快乐啊！感谢上帝吼。互我有55年的生命吼，对出世一直到今嘛，会通伫遮来服侍上帝吼，拄好伫即个感恩节主日吼，伫遮其实过去的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人甲我的老母笑讲哎呀，恁囝吼，哪会生甲遐矮安尼啦吼？伫咧国中的中间，我的老母就祈祷我老母讲，上帝人笑阮囝讲遐尼矮呢，你毋着互伊安尼会通大汉起来吼？兄弟姊妹，我安尼心愿毋知会使袂？会啦吼，会使啦吼。感谢主吼，两个囡仔即摆嘛拢比我较悬啊！回来问讲你是安怎饲啊？我毋是食后路肥就对啦吼。所以伫遮咱看讲，上帝伊听咱的祈祷，互咱伫迄个困境，互咱感觉受人看见，主有缘，有伊的业力，有伊的帮助。所以今仔日咱透过每一时刻，毋是干那即个感恩一个主日，咱来感谢。是每一天咱来充满感谢，每一时刻咱充满感谢。伫你真顺遂、真得到福气的时阵，咱来感谢。总是兄弟姊妹，伫你感觉拄到这困难，你拄当即马伫迄个困境中间，你有法度感谢无？你若有法度感谢，就是上大的一个上帝要福气互你的一个所在。今仔咱透过这段圣经，咱要来思想听这段信息的目的，头一个就是，咱要知影讲，这位上帝是主动、怜悯、疼痛、关怀你，伊甲你三合同在，伊即马知影你的需要，知影你的艰苦。第一就是讲，伫这个感恩的时刻，咱透过这个泰哥的这个麻风病患，互伊安怎伫迄中间，毋是干那经历着辛苦的伊佫经历大的稳定。咱知影人甲人的中间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啦吼，就是你若艰苦的时阵，你拢会嗨惨安尼对毋对？哎哟，这若迄个天气若一变化吼，这骨头就酸痛，我就开始伫遐那像气象台安尼啦，甲你报送安尼，你就开始遮痛遐痛吼。其实另外一个，咱若面对全球性的，较早我毋知，咱会记得讲。非洲伫饥荒的时阵看到遐伊索比亚，看到遐囡仔瘦甲皮包骨安尼吼，咱会感觉有迄个怜悯的心，所以大家伫迄个时阵开始做一首歌啦，讲 We are the world， 对吧？捌听过举手？哇！迄个我昨伫拜六的讲道的时阵我讲捌听过举手无偌济人举手，表示咱有较资深淡薄仔，不过咱的经历佫较济啦，你知无吼？这是一个透过感受到苦难，也是讲这
痛苦的中间所发出的这个音乐，所以透过音乐是人共同的语言。咱会去救治伊的神，咱会去拄着这个3·11大地震，等等这个88风灾，等这吼，开始就国内就做一寡歌，叫做《明天》。我望明仔载更较好啦。所以这透过音乐，互咱共同的语言。另外就透过啥物艰苦，透过病痛，哎呀，会通安怎同病相怜悯安尼，叫同病相怜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这10个泰戈的，就是麻风病患，因面对因的身躯有侪这艰苦有3方面。头一个方面就是因伫身躯的病痛。你知影伫回龙遐有一个乐声疗养院吼，较早其实我伫牧会中间嘛有一寡会友是对遐来吼，嘛捌去伫迄中间来探访关怀哦。你知影过去因若伫迄中间无爽快时，鼻仔有当懵懵的吼，我lucky呢。耳仔蒙蒙的lucky呢，所以因的身躯因爱受到真大的即款的艰苦，甚至有性命的危险。特别伫当时迄个医疗真落伍的时阵无像即马医疗发达，所以伫迄个身躯因感觉真艰苦。第二呢，就是讲因伫宗教的礼仪，因是受看做无清气。如果你看利未记的13章内底，就写这个条例，然后伫迄个13章的4、50遐的所在，就是讲咧，如果有人来亲近你的时阵，你就爱伫遐话讲啥？我无清气我无清气互人知影讲你伫迄个所在哦。所以伫即个无清气的过程中，咱表示伊无法度去甲像咱即卖思想讲去甲教会伫遮来做礼拜，所以无法度伫迄宗教上甲上帝有相通，然后伫迄中间好亲像被宣判讲你甲即个救恩无关系。我咧对因来讲是真大的一个打击。第三方面就是咱忍受精神上的艰苦。拄仔讲就是讲，当人接近的时阵，伊无法度甲即个亲人做伙，然后咧，当人挖近因的时阵，因爱拆离因的衫裤，然后咧，因爱伫安怎头毛散夜安尼吼。所以咱若一出门，咱一定热啊架起来，对无？小可热者，有安尼头毛散夜无？咱拢会注意咱的服装，咱的仪表，对无？所以当时伫迄个中间，因爱安怎？律法咧规定讲，因着爱拆因的衫，然后因的头毛着爱互安散夜安尼，然后人接近的时阵来讲，我无清气，我无清气，表示我太过，你毋通接近我。所以伫遮都互人拄着即款的绝境佮互人看见，互人骗受，互人轻视。所以对因来讲，共同的语言是安怎？伤害、苦难。所以特别伫即款的病情的中间，嘛甲罪有连结吼。咱做来读来，米利暗甲阿伦嫌摩西为着伊所带古实的查某囝，因为摩西捌带古实人的查某囝做某，因讲耶和华兼单单甲摩西讲话，兼无甲讲话嘛。即个话耶和华听见，然后咧，云对布边顶刷开看，米利暗太过亲像说，阿伦看米利暗，看伊是太过。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当时吼，伫因的律法的顶面，伫因所认为的，就是讲，即个病是上帝无欢喜的，是上帝所刑罚的。伫遮咱有看讲，这对耶稣伫摩西安怎？是安怎？上帝就拢甲你讲话，佮诽谤伊，你带这古实的女子。如果你若去看伫民数记12章这段的过程上帝出声，伊是我讲我所竞选的，你是安怎甲伊诽谤？所以伫迄中间，上帝无欢喜，甲罪就有关系安尼吼。第二，咱看讲因共同的命运就是安怎？
互社群、互伊亲人、互伊平常时所接触的遮个亲人百姓，也是讲伊的朋友，伫遐来隔绝啦吼。咱看讲过去这10个其中9个是犹太人，其中1个是啥物人？撒玛利亚人。你知影撒玛利亚人因原底是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因甲即个以东因甲其他的遮兄弟较接近啦，所以伫即个接近的中间因甲摩押啦、以东。过去拢兄弟代，你知无？所以伫迄中接近，因伫宗教上就较无斟酌，所以伫遐学因去拜偶像啦搁甲异族甲遮外邦同婚，所以咧，遮个南国犹大遮个百姓就看讲恁遮无顺，因生出来后代好亲像咱讲较好听讲混血啦，若照因讲较歹听安怎？有头着安尼啦吼，所以若讲到撒玛利亚人，表示啥？表示看轻，看轻伊的身份哦。所以当时咱看圣经讲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安怎？无若照音嚟讲无往来啦，所以伫迄中间就是安怎？伫迄中间就是讲，因为即个宗教上，因即个过程的中间数百年来拢对立啦，充满即个文化宗教上的迄个拍架，所以伫遐透袂开，总是面对即款的病症的同病相怜啦。你共款病，我共款病，所以我会通伫迄中间来怜悯你啦。所以即马都无咧分你是撒玛利亚人，我是啥物款的人啊？所以伫即中间就安怎做伙伫迄中间无法度因为对未来无迄个盼望，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因做伙承受互亲人伫遐隔离气杀所以受分先放一边。但是咱看因好了咧，因好了甚至你行你的，我行我的所以自即个时是因为即个伤痕、即个受伤、即个艰苦，所以因三甲伫迄中间自即。即个病，互因受到隔离，赶到伫迄个外口的所在，就是耶稣进入村内底迄个村庄内底，然后就因无伫迄个庄舍内底，因伫另外一个所在，因为因爱。因律法的关系，因爱受隔离，好亲像即马咱若伫即个疫情的中间 ，COVID-19， 你若得到即个疫情的时候，爱安怎？隔离，爱隔离，一般外国转来爱隔离几工？咱民族长老伊要隔离14天嘛，对无？14天了，搁转来搁自主管理安尼咧所以。伫圣经内底其实嘛有一寡遮规定因受放逐，也是讲去隔离伫迄个敢在罪人，也是迄个互人处决的即个所在所以伫即个所在，因踮一个所在，无盼望啦，对未来无盼望啦，无明仔载。第三，咱看讲，因有共同的梦想，就是啥物？我梦会当得到医治啦。拄仔讲罪甲即个病是有连结的，所以除了医治以外，因嘛需要啥物？需要赦免所以伫遮讲出声讲耶稣先是怜悯我。伫原文的意思内底讲啥？主耶稣。那原文中文的圣经翻译叫主耶稣。伊其他讲先生老师，所以伫迄中间，伊是要看作是先生，也是看作是我的主。这有真大的关系，牵涉到后壁迄款的救恩所以伫遮咱来看讲，人拄着病痛困难的时阵，拢是共同的一个喊话，讲啥？我会通得到医治，互我的问题得到解决，我的经济通得到解决，我的事业会通搁再起来。咱来看这段的影片。他现在在持续的治疗跟康复当中。上个礼拜天呢，我第2度去探望他。那我告诉宋同学，
坏人都已经抓到了，请他安心休养。那同时也告诉他，社会上很多的民众都在关心他，为他祈祷，为他祝福，为他加油。我也特别感谢台中荣总医护团队全力的医疗。你现在觉得身体感觉如何？很好，还不错哈。还不错。那你现在会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刚回去上学。你很想回去上学，对不对？对。也很想赶快能够回到家里，对不对？对。看到那么多人帮你啊，然后又给你那么多的祝福卡片，你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话吗？就是很感谢他们，就是给我这么多祝福的话跟鼓励。对。跟还有警方大家对你的帮忙。对，我会好好加油。好，非常勇敢。我想伫伊的祈祷，伫伊的感谢中间，可能嘛有感谢到当咱中间为伊祈祷的人。我想伊一生毋捌经历到遐尼多的祝福，伫即个面对苦难的时阵，上帝透过即件事，互官方也互即民间，拢人共同来重视，也透过安尼，我相信上帝的神来感动，互即对母仔囝会当经历伊的救恩。即10个麻风的病患，伫因喊话即个可怜的声中间，主啊，怜悯阮，主啊，你若嘛来帮助阮，免怎互迄个艰苦的声音、喊话的声音，会当变成做感恩的声音。所以咱后壁咱有看见其中一个撒玛利亚人，因倒转来到伫主耶稣的面前。你知影，当耶稣要到伫耶路撒冷的中间，伊经过，伊知影伫迄个所在有人伫艰苦，伫迄个所在有人对未来无毋茫，伫迄个所在有人只有等死，无迄个亲情，因为亲人毋敢活去啦。所以咱若看即个地图，咱看对迄个加利利遐落来，中迄个撒玛利亚，迄个是互人看见的所在。今仔日咱去旅游，我会记阮伫迄个所在去食羊肉大餐啊，羊排大餐啊，迄是足欢喜的事。但是你知影讲，对一般的犹太人来讲，拄着即款的所在，因可能会选择安怎？我舍位别位，我无要经过，无要看见遮的人，无要甲即款的人伫遐来接触。总之，你也看主耶稣，伊主动啦，然后伊进入到伫即个庄内底。然后伊行因的所在去，耶稣来是要主动敲找遐失丧的人，遐有需要的人。所以耶稣讲好人毋免医生啦，所以伊来就是要医治、要帮助遮有需要怜悯的人。所以耶稣主动行入伫因的生命内底，要帮助因，要互因的生命会当甲耶稣相拄的时阵，改变因对未来无毋茫。对明仔载无期待，无期待讲重新会通搁倒转去到伫迄个社会中间，倒转去到伫伊原来的工作、原来的生活，会通甲亲人相揽，会通甲亲人伫遮有好的互动。咱真感谢上帝，互咱伫这疫情中间，咱会通甲亲人做伙。你看疫情的中间若亲人对外口倒转来安怎？囡仔就讲先去洗澡。咱会惊讲迄款的彼此的接触，是毋是带来传染？这个人因本来就无安尼的想法啦，因为因对未来无毋茫，总是耶稣正义主动伫遮来听因的呼叫的声。主啊，耶稣啊，怜悯阮，可怜阮。阮需要你的怜悯，就是医治，需要你的赦免。所以伫迄中间，我相信因为听见马太福音第8章内底所记载，耶稣医治一个泰戈的，即个泰戈的人，伊是冒着性命的危险呢。伫迄性命危险中间，去亲近耶稣，去挖近耶稣，讲主啊，你来医治我，你来清气我，主你若肯，我就会当清气。所以检测遮的人，因有听见耶稣伫过去伫其他所在有医治共款伊的病痛的遮的人所以伫迄中间就安怎？因互因心中有一寡遮的毋茫，所以伫即个毋茫的中间，咱真正看见安怎？
看见因对耶稣有一个期待啦，所以耶稣进入到因中间的时候，来转变因的命运，改变因的未来，互因会通有机会恢复因自由的生活，重新倒转到伫因的亲人的中间，重新会当倒转到伫安怎，到伫因的职场工作的顶面。所以耶稣来是头一个恢复咱甲上帝、咱甲人中间的生活。第二，咱来看讲耶稣所讲的话奇怪，耶稣就甲迄个人讲好，你清气啊！耶稣甲因安怎讲？咱做来读来。耶稣看见甲因讲：恁去将本身互祭司验，因去的时就得到清气。兄弟姊妹，如果若是你所爱得到的是啥？耶稣你嘛甲我讲者好啊！你即马异地啊，好无？结果耶稣无呢，耶稣只有讲你去互祭司验。拄仔讲伫利未记内底所讲的内底，就是讲你爱去互祭司伫遐验，看有着病啊，无着病，若有着病着安怎？关起来7天。你若搁看卖个有好无？若小可伫无去安尼好，搁关7天，安尼几工？甲即卖的防疫的隔离有啥物？那亲像小可有相像吼。所以伫咧中间，咱看耶稣为虾米讲安尼？伫即个话中间，你需要用信心来相信耶稣。伫迄个行路的过程，检测的想讲耶稣叫阮去，敢真正我会当得到伊安若无去，安怎罪上加罪咧？我袂通伫遮黑白离开我的所在啊！是毋是会通？是毋是互人传染？地到传染？总是伫即个所在，咱看因用信心伫咧中间来经历。耶稣用无共款的方式，你爱相信我的话。当咱读圣经的时阵，你有相信上帝话、上帝应允无？你有相信讲，除了你以外，我有无别的拯救？除了你以外，我无别的好处无？你有读到上帝讲，你出你入耶和华上帝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啊无？你有相信讲《申命记》28章讲，你若留心听上帝话，照安尼去行，上帝就要互你做官无做假。上帝就要互你手所做所办理，要互伊丰丰富富啊无？这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咱若听迦南之声，咱是毋是去相信？咱是毋是对上帝话伫遐即个主食啊，即个主食，即个好亲像饭共款，你会通伫迄中间来领受啊？你有通相信无？当耶稣讲你去互祭司伫遐来验一下。耶稣来就是要成全律法，伊讲我来毋是要废除律法，我要成全律法。所以，互因亲像咱即马若讲有得到即个传染的时阵，咱一定爱伫遐隔离，然后医治了，搁爱互医疗单位确认 PCR， 然后验你讲好啊，拢好啊安尼，你才会当恢复正常生活，敢毋是嘛？所以耶稣嘛是伫遮来成全律法，照律法，伊无废除，伊讲伫遮来，你去验。安尼吼有一个官方的证据，宗教上的一个制度证据。安尼你要倒转去到伫你做礼拜有问题无？都无问题啊嘛。你要倒转去到伫你的生活中间的生活环境自由来行踏，安尼有问题无？都无问题啊。所以耶稣真有智慧吼，毋通互因伫遐取得即个宗教上即个主管单位的一个认同。姊妹，咱看讲伫这过程中间，耶稣对待这个人另外的方法，就是清起因的过程的中间是透过因的信心，然后互宗教的这个单位会通伫遐来测验，然后因会通进一步恢复伫因的生活。所以上帝的话是透过因的信心，互因经历清气，恢复因的生活一个真要紧的准绳。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讲上帝透过即款的话，透过因相信耶稣的话，伫迄个中间来经历。即个变证，咱看讲有伊的律例，有伊的禁止的中间，迄款的隔离，互即个变证消失的时阵，因会通自由来到上帝，来到人的中间。其中有一个就是互人轻视、互人看轻的撒玛利亚人。所以拄仔牧师已经讲，
撒玛利亚人就是轻视伊，受人轻视迄款的代表性的名词。但是伫耶稣来讲，伊无轻视伊，伊颠倒伫迄中间甲学了。伊倒转去到耶稣的面头前，伊做一件事，就是伊本来是对迄个可怜我啦，变做啥？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感谢主。然后伊个拍败伫耶稣的面头前，表示啥物？伊将伊的主权交伫耶稣的头前。耶稣讲：啊，毋是有10个，啊哪会其他9个咧？走位对去。当咱经历上帝，过去我常常感受到，有人拄着病痛、拄着艰苦、拄着问题，来到教会追求上帝，然后问题得到解决，病痛得到医治了，安怎？再见。这个社会联络，先叫都叫袂来啊！耶稣咧提醒咱哦，咱经历上帝恩典，是毋是变成做无感恩的人？总是伊咧提醒咱哦，咱要常常伫遮感恩，无论是伫苦境，还是即款的顺境。咱来读即段话来。即个别族的人以外，也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嘛，就甲迄人讲起来，做你去，你的神有救你。当伊倒转来感恩，耶稣甲伊讲一个真重大的宣布：你的信心救了你。今仔日咱破病得到医治，会阁破病袂？会啊，咱的生命嘛有结束的一天。但是耶稣互伊一个对未来会通继续的，就是你的神救了你，毋是干那得到身躯的医治，伊的灵魂嘛得到拯救啦。所以，这个外族人嘛，在象征咱这外邦的人。当咱感恩，咱来到主的面前拍拜，接受伊，这个神救了你我，互咱会通对永远有毋茫。咱做来读来。我要用诗歌学了上帝的名，也要用感谢称伊最大。这是互耶和华欢喜，赢过献牛，也是献有角有蹄的牛犅。小强小牧师，伊是台中即真奇教会主任牧师。其实伊原来是长老教会中部一间教会长老。伫20年前，阮做伙到新加坡，伫迄中间来学习的时阵，我捌甲伊住共间的房间阮2个人一间，安尼伫住饭店的时阵，伊嘛伫分享伊安怎伫迄中间对迄个家己做长老无满足，伫迄款的福音的团队中间，伊家己后来去读神学院，然后成做一个牧师。即嘛伫即个真奇教即外教派伫遐来做牧师、牧友几千人的即个教会吼。伫过去1年中间，伊的脑部有4粒瘤啦，所以伊较感受到人实在是软弱有限。大家拢开始为着伊伫迄个中间来祈祷，伊也感受到讲吼。伫迄个病，伊常常为着别人，诚做别人的祝福。好像牧师常常为着人咧祈祷、咧祝福，所以牧师嘛是人啊，有迄个软弱需要、病痛的时阵啊。所以伊甲伊太太讲，伊太太去买一个菜哦，倒转来讲，哎呀，你知影我有偌想你啊无？因为等于软弱时需要太太甲协助、甲帮衬啊，所以感受着讲，哎呀，原来我四周的亲人哦。我是偌尔需要因啊！平常时咱拢勇健健哦，咱拢无感觉你莫来烦安尼啦。但是真正哦，你需要伊的时，你也感受到安怎？伊的宝贵。所以伊伫过程伫这艰苦的中间，伊讲我偏偏要伫苦难的中间来学到上帝吼。伊咧见证讲最近哦，伊迄个4粒瘤，5粒大粒的吼，危害到伊生命迄2粒大粒的吼，全无去啊！这严重，台中严重的
医生嘛感觉足奇妙的吼。另外剩2粒，迄较细粒的，讲强要救怎啊，佫无去安尼吼。所以伊在感谢上帝讲，伫伊中间，伫负面的环境，我有啥物通好感恩无？常常咱伫负面的中间拢是埋怨、害惨。咱常常伫遮埋怨东埋怨西，怨东怨西。总是伫遮伊咧提醒讲，我会通伫苦境中间感谢。为虾米？有真侪人为着伊伫遮来祈祷。伊亲人伫伊无不便的中间、病痛的中间，为着伊伫迄中间来服侍。所以伊伫提醒讲，咱爱伫这苦境中间、负面的中间，更较爱锻炼咱对上帝迄款的感谢。兄弟姊妹，讲了真对。如果你若伫迄个苦境、伫问题中间，你一直埋怨、怨东怨西，不管你的心境安怎无好，迄个环境嘛袂改变。顶礼拜我去鼓山国中，为着一群少年人，咱的姊妹吼，伫鼓山国中做辅导室的主任。伊就对旧年开始就邀请牧师讲，牧师你来为着即群囡仔10个，因每一年即群囡仔吼，对读册较无兴趣，所以因每年拢会办一个环岛单车就骑脚踏车。环岛，旧年我为因祈祷，迄个时阵是2个风台中间啊，所以后来因咧敬重上帝保守看顾平安倒转来。今年我甲遮囡仔讲，我讲你若每一工起来有感恩的心，存迄款的心情无共款的，你伫徛的过程中间，你所看的人风景就会无共款。你若想讲哇，起来佫艰苦忝你一工就充满啥？艰苦忝的旅程。你若用迄种用感恩伫迄个中间来感谢上帝，我教因安怎甲这位上帝来啊？为着因祝福，其中有2-3个是旧年有参加的我想上帝伫透过安尼甲因祝福，互因伫迄个中间会当心存感恩，所以我相信因每一工的行程是充满无共款的感受。兄弟姊妹，咱伫人生的旅程的中间嘛是好像有当时咧骑脚踏车共款，你骑了足忝足辛的时阵，你是毋是通伫遐感谢上帝，互我有缘会当伫遮来骑脚踏车，互我有缘伫遮行路，互我会当伫遮用喙食，会当自然排出来，咱敢毋爱感谢吗？最近咱的陈牧师将迄病位讲背调，我毋知啥物款的情形，总是面临伊生命即个上艰苦，还是讲尾站，咱毋知上帝伫伊的手头内底。总是互咱感受着讲，我顶礼拜去探访咱医生老师的妈妈嘛是当要面对这临终的过程2年半前，差不多要准备为伊准备后事告别。但是无拍算为祈祷了，佫好开，佫洗礼，然后佫会当行，佫坐轮椅安尼。所以最近有缘伫迄中间器官咧衰烂的中间我就佫一遍去为伊祈祷啦。我嘛甲伊祝福讲，上耶稣那来平安对耶稣去啊。兄弟姊妹，咱伫患难中间，咱感谢有人伫为咱祈祷，伫为咱伫陪伴咱。检在你我也会通成做别人的陪伴，咱嘛爱感谢。检在你会感觉过来啊，遐尼烦，但是你换一个心境，感谢主，我佫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昨伫即个网络有一位姊妹就传这信息讲我要安怎入教，我要安怎来教会。所以伫迄过程中间，我甲伊分享，我毋知今仔有来无总是透过即款的对话，伊伫人生上低潮的时阵、上困难的时阵，伊的朋友讲信耶稣真好，所以伊就上网络咧找看有听的教会无，伊找着咱教会。感谢主，检在看到遮的一寡相片，透过兄弟姊妹你，昨有真侪人伫遮咧帮赞来准备遮的
救助这个有需要家庭的物资的这个过程。嘛有真侪兄弟伫遮参与，然后布置，互人知影讲圣诞节要来啊。今仔咱要去统领，要去成功3月这个百货公司，咱要做传福音、分享福音的过程，你会当参与啊袂？也是你点点坐伫遐看。兄弟姊妹，上帝啊，互你会走、会跳、会行，咱是毋是当行出来，然后甲人分享这个好消息？咱即马拍开媒体，咱拍开新闻，最就是咧埋怨东、埋怨西、埋怨政府、攻击政府、埋怨遮。已经有真侪负面的生活，咱毋能够伫迄中间来加添，搁伫迄个中间来埋怨。以色列百姓侪埋怨死伫旷野。总是咱看即个泰国的人，伊倒转来，伊充满感恩，竟然伊得到搁较大的恩典。圣经得教导咱培养感恩的心，恁着常常喜乐，过来咧，常常祈祷，不住的祈祷对无？最后咧，凡事，啥物叫做凡事？好歹事对无？你有法度无？这是伫上帝伫耶稣基督咱所定着的心意。所以咱咧祈祷讲，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的神，是包括遮。愿主来帮助咱。咱呼求，拄着困难时，你毋通忘记对耶稣来呼求。耶稣会听，耶稣伫你的身边，等待你对伊来开喙。你经历啊，无论是你经历，还是还未经历。你是毋是当讲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互我今日对着遮有真侪人替我祈祷关怀，所以我要继续拍拼，我要继续安怎按照你所予我的稳定的道路来走。邀请咱做位起立，咱用这个时光来回应主。你有听。
主啊，来听见阮对你恳求的声，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你有条件我的心声，让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做你欢喜的祭。咱做来祈祷。主，阮对你来举手恳求，你知影阮这时的心境，你知影阮也是阮的亲人所拄着的艰苦。主是你听人心声，知阮艰苦的主，你来就是要超出阮，你来就是要帮助阮对迄个苦痛、迄个苦境中间。到伫你的面前，主，你知影阮这时会通承受偌济，亲像这10个麻风的病患，因安怎伫遮来喊我，主啊，怜悯阮，救阮。主，你愿要听阮恳求喊话的声，主啊，帮助阮，怜悯阮。阮要学像这个撒玛利亚人，将荣耀感恩献上伫你面前。无论是伫迄个苦境的中间，阮犹原恳求你，互阮有这款的懊恼、欢喜、感恩的开来代替阮的埋怨。感谢主，透过你的话，清起阮的心；透过你的话，互阮有温望；透过你的话，扶持阮继续。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这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创造救赎阮的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学罗你。主伫你丰富的供应当中，阮无欠缺。阮伫祈祷中，阮的心灵得到安慰甲医治。阮回想过去，算小主你的恩典，日日到夜各有春。无论是伫顺境也是逆境，主若毋是你的保守看顾，阮无现在的平安。主，阮献上满心的感谢。
亲爱的主，这是阮也愿意按照家己的心意欢喜来奉献，来成做圣工的路用。恳求爸上帝，你亲自祝福所有荣耀主你的事工，也恳求爸上帝祝福阮，常常有感恩的心，常常做主看做欢喜的代志，来归荣耀主。主，这是阮也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由牧师来报告。好，咱今日无新朋友伫咱中间啦，吼，毋知。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吼。咱今日是感恩节主日吼，请咱兄弟孝顺，过上帝伫咱心目中的恩典吼，保守，咱献上感谢。咱的疫情已经也有愈来愈渐受到控制吼，所以兄弟姊妹咱会通倒转到实体伫遮来参加礼拜，咱有愿遵守遮个防疫的规定，咱有聚会，咱的时间伫周报的第4页吼，这个所在请咱会通家己来看，按照咱的时间伫遮来敬拜吼。咱操作就好吼。咱的教会周报的方面征求后面的设计啦吼，咱毋茫讲未来设计是一直用，每一年拢会当用吼，主题到时甲拍起来安尼就好吼。咱毋茫透过安尼兄弟你的创意你的创意伫这中间来设计咱伫到伫10月28截止你的稿件会当交咱的电长老，咱伫10月25有一个国家音乐厅级的这个水准的音乐会，请咱1+1来叙旧，意思讲一个带咱的福音朋友来到中华路49号伫遮咱有遮个报名的规定伫即张红单内底请咱详细来看你报名了，毋是讲我拢伫遮会当入伫2、3楼这位咱一定爱提早来若超过位，咱会当到伫4楼甲7楼所以请咱斟酌即个报名的规定。莫穿短裤甲衬拖来安尼啦提升咱家己水准安尼后礼拜开始，咱若要进入到伫大港节要进入到伫圣诞节了所以有安排遮个同工要点蜡烛的所以请恁来准备请恁来准备。咱伫11月27，就是即礼拜六即礼拜六暗时6点6点到6点45，伫咱1楼咱的即个走廊遐有点灯的一个仪式请兄弟姊妹会通做伙来参与。12月7日伫新光3月即个汤店头前嘛有即个点灯的活动邀请咱所以需要有圣诞老公公遮个同工请你会通伫1楼报名来参加。咱10月24嘛是统领的头前遐个广场有一个差不多1点钟左右的活动伫迄所在请咱游园报名圣诞老公公参与伫即个圣工的内底。咱即礼拜3有基督见证会第3区来见证，兄弟姊妹，你偌久无参加基督会咱做伙来参加莫拄着代志敢要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听看因安怎伫遮经历上帝恩典是毋是这疫情，互你的心愈来愈冷淡，连祈祷、连参加祈祷会嘛拢无爱做伙来祈祷。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做伙来读今仔日金句，读2遍来。即个别族的人以外，还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吗？路加福音17章18节，搁一遍。即个别族的人以外，还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吗？
路加福音17章18节。请咱来吟祝福的诗歌402首，完全领主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刷，请尤牧师来祝祷。完全领主上帝，保守属好耶摩天，属平安，完全平安，坚信勇敢都万难。当心来祈祷，了是上帝所。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甲伊的医治祝福，互恁心心灵拢得到形成。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永无改变的慈爱、怜悯，亲像盾牌固守阮，互阮出阮入，阮倒伫阮徛地，拢平平得到你的祝福。愿主圣神保守阮的心，赢过保守一切。愿时时充满感恩来到你面前，代替这的埋怨，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别倒。咱今日礼拜就到这，愿上帝所甲咱三同在。